主后2024年3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赶出狼牙鬼，死人得国活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马可福音第9章第19到32节。耶稣阁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个还未死以前，会看见上帝国已经充满大能力来临。6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甲约翰，简单因家己爬上一座悬山。伫因的面前，耶稣的形象忽然改变，伊的衫变甲光影影，非常白，地上的漂布师傅嘛袂当漂到遐尼白。迄时，以利亚甲摩西做伙出现，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rabbi，咱伫遮真好，阮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彼得毋知着讲甚物，因为因非常惊吓。迄时有一片云甲因搭地，阁有声对云出来讲：即个是我所疼的囝，恁着听趁伊。因赶紧四周围看一轮，只有看到耶稣，无别人伫遐。因落山的时，耶稣命令因讲：人子对世人中国活以前，毋通将所看见的事甲人讲。因将耶稣的话藏伫心内，私下底议论对世人中国活即句话是甚物意思。因问耶稣是安怎经学教师讲以利亚一定着先来？耶稣因讲：以利亚一定着先来恢复一切。安尼，圣经哪会记载讲人子一定着受真侪苦难，搁互人藐视？我甲恁讲，拄拄照圣经所记载，以利亚已经来啦。人照因的意思对待伊。因来到其他的门徒遐，看到一大群人甲因围地，有几若个经学教师甲因伫辩论。群众一个看到耶稣，真着惊，随时走我去甲伊请安。耶稣问门徒讲：恁甲因伫辩论甚物？群众的中间有一个应伊讲：老师，我带我的囝来找你，伊互鬼附身，袂讲话。无论伫倒位，鬼一个附身就甲伊摔倒，伊就扑白破烂，甲喙齿筋，规身躯硬哭哭。我请你的门徒甲鬼赶出去，因无法度。耶稣甲因讲：哎呀！毋信的世代，我着甲恁待偌久？我着搁忍耐恁偌久？甲伊带来我遮。因就甲伊带来。迄个鬼一个看到耶稣，随时互迄个囡仔抽掣，倒伫涂骹过来过去，扑白破烂。耶稣问伊的老爸：伊伫即个边偌久啊？伊应讲：对细汉就安尼。鬼定定甲伊吓落火，车落水，要甲伊害死。你若话，求你可怜阮，帮助阮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若讲，你若话，有信的人，逐项拢话。囡仔的老爸随时话讲：我信，我的信无够，求你帮赞。耶稣看到群众走过来，就严严责备迄个邪神，讲：你这个恶狗搁臭耳的鬼，我命令你对这个囡仔出来，毋准你搁入去。鬼大声喝，互迄个囡仔大抽掣才出去。迄个囡仔变做甲死人相款，所以大部分的人讲伊死去啦。
总是耶稣牵伊的手，甲伊扶起来，伊就起来。耶稣入去厝内，伊的门徒私下问伊：是安怎阮无法度甲鬼赶出去？耶稣应讲：即种鬼只有靠祈祷才赶会出去。耶稣甲门徒离开遐，经过加利利。耶稣无爱人知伊伫倒位，因为伊拄咧教示门徒，对因讲：人子会互人出卖，因会甲伊害死，死了3日后会搁活。因未明白即句话，搁毋敢甲伊问。赶出聋哑鬼，死人得搁活。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迈进，用面对受到打击、甲背负苦难做传道生涯最后的职志。这是耶稣受顶十字架、死亡甲搁活的转折点。伫伊对学生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诶还未死以前，会看见上帝国已经充满大能力来临。了后，为即个新的里程碑揭开光荣的序幕。了后，耶稣就带彼得、雅各和约翰3位门徒上山。因看见耶稣改变形象，衫变做清气，白搁光亮，有见耶稣对死搁活的荣光，搁印证上帝主权的实现。耶稣登山变貌了后，对门徒讲：人子对死人中搁活以前，毋通将所看见的事甲人讲。第31节，耶稣搁再一遍预言家己会受害，第3日搁活。搁活是上帝荣耀主权的印证，总是门徒却未明白耶稣的意思。伫耶稣变貌和第2遍讲到伊要对死搁活之间，经文穿插一段新约故事，即位这个变互恶狗鬼迄入迄年摔落水里的囡仔，耶稣对伊的身上甲鬼赶出去。即个互鬼附身、含死无两样的囡仔。因为耶稣的医治得到自由，新心灵无搁再受限制。这拄好是上帝主权的实现，对死搁活得到荣耀的真谛。1949年5月20日，台湾实施戒严，5月24日通过政治叛乱条例，写做长路时政府整肃遗弃的工区，互人民陷入长达40多年的白色恐怖中间。到伫1991年5月22日，这条例才受废止。2022年，根据罗马狗15号事实改编上映的同名电影，描述台湾戒严时代掌权者为着巩固威权，进行各种的政治迫害，人民亲像受白色恐怖的鬼附身，违抗无端受指控是反动分子，敢若会当假做臭耳人兼野狗。一旦遭受诬陷、送往火烧岛，除了受禁锢，还着忍受迄日迄年摔落水里的苦刑。失去自由甲人权，袂输死去共款。安怎显现上帝的主权甲荣耀呢？当局为着实行所谓的感化教育，用一种饮食、亲情、严刑等手段，理由也是威胁政治犯，留落血书也是赤字，表达家己是清白，和对政府的拥戴。电影中，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大同命案，入狱的严水霞是基督徒，
伊虽然受尽折磨、屈辱，要按住传递报纸，鼓舞其他受刑人追求真理，用思想独立甲精神自由的信念抵抗霸权。盐水霞为受胁迫甲惊吓的人祈祷，求主人民阮的软弱，互阮徛踮真理，无惊吓吞灭。伊最后虽然受惩罚，毋过迄追求真理的精神却无受限制，反倒转发扬光大。耶稣赶走囡仔身上的臭耳人兼矮鬼狗，就亲像互人对死搁活，互上帝的权能甲荣光继续受世间人追求，互世界充满盼望。默想安怎赶走社会的臭耳人兼矮狗鬼，互人得见上帝的主权甲荣耀？安怎赶走社会的臭耳人兼矮狗鬼，互人得见上帝的主权甲荣耀？做伙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愿你的灵运行伫我的心上，互我勇敢追求真理和精神自由。搁愿你的权能展现踮社会公众的力量顶面，互上帝国的荣耀充满逐角落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